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鄺俊宇。今日係2026年1月19號禮拜一，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咁我先講講網上熱話喎。咁啊據報近排網上熱烘烘講緊呢單嘢㗎。據報有個自稱係做中醫嘅，咁啊擁有內地嘅物業，咁啊竟然喺2年半之內能夠上到香港嘅公屋，係點樣嘅情況呢？據報房屋署都有最新回應，係點樣嘅熱話同各位一齊了解。咁啊另外亦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講落去之前已經撳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根據經濟日報嘅報道有個人自稱就做中醫㗎，咁並且擁有內地物業喎，咁竟然可以2年半之內上到香港嘅公屋。咁房屋署有最新嘅回應喎。今日內文提到啦，香港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一般申請者平均要等5.5年㗎。不過近日內地嘅社交平台小紅書就有一則嘅分享貼文引發咗公眾嘅強烈質疑㗎。有一個自稱做中醫並於廣東梅州擁有物業姓温嘅男網民就聲稱，就話自己只係排咗約2年半就成功獲配藍田德田村嘅1人單位公屋。咁事件曝光過後相關貼文迅速就被刪除㗎。經濟日報嘅記者翻查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嘅註冊名單，未能夠查證到嗰個人士嘅記錄。事件喺網上掀嚟熱烈討論㗎，唔少網友質疑公屋嘅分配機制存在漏洞。留言就話啦，香港人排到死都未有公屋，大陸人2年半就可以有公屋。亦都話啦，房署又唔做嘢，冰山一角。更加有聲音懷疑係咪有人專程嚟到香港犯法？公眾嘅焦點在於擁有內地物業嘅申請人資產係咪符合資格？點解輪候時間可以遠低於平均嘅水平嘅呢？就住呢件事，經濟日報就向房委會查詢㗎，即係房署房署就回覆表示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因此未能夠確認呢一位嘅温先生嘅申請係咪符合所有嘅規定。不過房署亦都話，至於非長者1人申請者就係透過配額同埋計分制輪候㗎。佢獲編配嘅優先次序係取決於所得嘅分數，而並非單純睇輪候時間嘅長短。因此房署並冇統計呢一類嘅申請人嘅平均輪候時間，否則一般嘅家庭申請者嘅平均輪候時間係5.5年。房署又話，部分嘅申請者係可以透過特定嘅計劃提早獲編配㗎，例如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就允許輪候滿1年或以上嘅申請人係選擇入住一啲較不受歡迎嘅單位，例如空宅等等，嚟縮短輪候時間咁話。針對公眾最為關注嘅資產審查，房屋署表示已經建立咗多重嘅機制。對於內地物業，若果懷疑申請人或者佢嘅家庭成員喺內地嘅城市擁有物業，房署係會向相關省市嘅房產登記機構係進行查核㗎。本地物業署方同埋土地註冊處建立嘅電腦資料比對系統，自動識別申請人係咪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咁話。房署同時亦都話㗎，如果發現申請人虛報資料，相關嘅公屋申請會被即時取消。若果已經入住嘅話單位就會被收回。房屋署都會考慮提出檢控咁話。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喂，有冇離譜啲啊？因為本來冇人知嘅，不過呢個人就自己就傻傻地就喺內地嘅小紅書度就喺度炫耀自己就排咗2年半啫嘛。我大陸廣東梅州就擁有物業嘅，喂，你乜都寫晒出嚟。據報2年半就上咗公屋。記者就揾過呢一位中醫師嘅名啦，暫時係未揾到㗎。問到房屋署，房屋署就話不評論個別嘅個案。喂，大佬都唔係個別㗎咯。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據報呢一單都係網上熱話。有人就話都唔知係咪申請公屋嘅漏洞，亦都未知道嗰人點解2年半能夠攞到呢個公屋單位喎。
今日另外咧亦都講呢熱話喎，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啊，咁啊恒生銀行呢嘅廣告啊，恒久恒新倒轉讀呢就會變成粗口諧音，咁啊相關嘅資深廣告人就話其實賺咗㗎，咁啊獻計放下身段啦，順勢玩埋一份。內文提到啦，咁啊恒生銀行呢近日喺港鐵香港站呢有一則新廣告嘅口號，叫做恒久恒新啊。咁有市民發現以懶音同埋咧反轉嘅讀法演繹嘅話咧，竟然會變成咧諧音嘅粗口，成為咗咧熱話過後，令到唔少人質疑咧廣告公司同埋銀行咧喺設計嘅時間究竟知唔知道咧當中嘅含義㗎咁樣。咁啊資深廣告人梁志成今朝早1月19號咧喺電台節目解救。咁啊，相信廣告客戶咧未必留意到倒轉用懶音演繹呢4個字，咁但係認為咧廣告製作公司咁啊應該要諗得到咁話喎。咁啊，梁志成表示廣告公司喺製作或者砌稿階段未必完全冇機會察覺㗎，但實際上問題往往係咧廣告上架放在真實嘅環境當中被大眾觀看過後先會浮現。佢就話啦，廣告交稿嘅時間呢，通常只係以文字嘅方式呈交，咁啊客戶都未必會逐字咧反轉嚟閱讀，因此即使有諧音或者另類嘅讀法，亦都不一定咧容易被察覺㗎。不過佢強調只要討論咧並非直接針對產品或者服務質素，咁即使咧係有啲咧被嘲諷嘅成分啦，都未必屬於負面嘅。反而透過社交媒體、Facebook 上等等嘅平台咧嚟廣傳啦，咁為品牌帶嚟難以用金錢衡量嘅曝光度。咁佢直言從宣傳嘅角度嚟講，咁恒生咧今次嘅事件當中，其實係賺咗咁話喎。咁另外咧，梁志成透露㗎，過往咧確實有客戶因為負評啦同埋爭議咧而選擇停播廣告，咁甚至咧追究內部嘅部門嘅責任。但佢認為現代品牌咧需要具備咧係被討論的勇氣㗎，係唔應該因為短期輿論壓力而自亂陣腳。咁懂得承受同埋回應公眾聲音，係社交媒體時代不可或缺嘅能力啊。咁另外咧，亦都有疑似今次廣告嘅作者咧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咧係認頭㗎，並回應事件。直言咧就話咧自己都笑咗㗎。反轉讀呢一句嘅廣告標語真係抵死。佢又話咧整個廣告工作當中咧，自己只係參與咗嗰個嘅廣告標語嘅環節，寫咗幾十句嘅廣告標語。但係咧客戶千挑萬選，過千關斬萬將，笑指就係呢句啦，真係命中注定咁話。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亦都係近日嘅趣聞啦。呢個廣告咧成為咗網上熱話，皆因咧成個廣告標語咧調轉讀嘅話咧，就會變成諧音嘅粗口。相信各位網友都知點樣讀噶啦。不過咧，今日鄺姐話能夠博君一笑都幾好啊，成為咗咧網上熱話。大家又留意到個廣告。正如呢啲嘅廣告人所講咧，要有被討論嘅勇氣。唔知各位網友又點睇呢？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另外都講你熱話，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鑽石山嘅屋苑有個港巴呢就爆粗大戰保安員噶，保安員直斥嚇親小朋友啦咁樣，住戶揭發爭執嘅原因原來係因為咁樣。內文提到啦，喺小孩面前爆粗爭吵，所謂何事呢？社交平台嘅黃大仙社區群組流傳影片。見到鑽石山一個嘅私人屋苑嘅女保安員同埋有一個推住 BB 車嘅爸爸爭吵噶。港巴嘅情緒激動，不停爆粗辱罵噶。女保安員示意佢唔可以行入嗰個路段。爸爸反駁就話我係要行你路 X 咁樣。隨後就有兩個保安員係介入噶。現場又不停聽到個細路就喊就話爸爸咁樣。保安員就話嚇親小朋友啦，亦都話佢係教壞細路咁話。影片人嚟討論噶，有住戶就話嗰個位置係屋苑車閘嘅側邊，就話嗰條係車路嚟噶，唔俾人通過噶。行人通道嘅話係要過閘嘅話要用卡噶。亦都話如果俾車撞到，個保安員就好大責任。另外有網友認為個保安員亦都有失專業，就話保安人員係唔應該情緒宣泄噶。
不過唔少人咧認為事件當中最慘嘅咧係嗰個小朋友啊，就話呢個小朋友睇得出佢咧好驚好慘咁話。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有咩好拗呢？咁近排大家都好似特別燥底嘅喎。咁據報當其時呢個男人應該咧係想行個車路，不過車路又唔俾人行噶，車來車往，咁撞到你嘅話呢，又會鬧保安員，又話管理公司失當啊。咁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咁相關嘅短片呢喺網上廣傳當中。咁連必信亦都講講呢個熱話，根據《星島日報》嘅報道有港男呢就幫襯連鎖卡拉 OK， 咁列數呢幾宗罪噶，當中提到歌單冇更新，食物質素不如前咁一個舉動呢疑似係嗰間卡拉 OK 執笠嘅先兆，就話呢嗰間卡拉 OK 根本呢已經無心戀戰。內文提到啦，曾幾何時香港連鎖卡拉 OK 店呢百花齊放。不論係歌單，仲有食物嘅質素咧，都有保證，成為咗唔少港人嘅休閒好去處。不過近年因為音樂串流平台同埋私人嘅派對房間等等嘅興起，連鎖卡拉 OK 咧幾乎成為咗夕陽行業。部分大集團旗下嘅卡拉 OK 分店亦都相繼結業。當中近日有港人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係發佈呢個警世文章，就話深知K 房變成夕陽行業都非一朝一夕嘅事，但本着支持嘅心態，於是決定事隔2年再幫襯一間本地連鎖卡拉 OK。不過由預約開始到去到呢間 K 房過後嘅經歷都未能夠令人滿意，更加力數佢幾宗罪，直言你想執笠，咁我咪嚟幫你啦咁樣。事主表示當日透過 WhatsApp 係向銅鑼灣分店訂位，不過店方回覆勁慢甚至係一行人抵達現場過後，職員先至解釋就話想覆返我哋噶，但我哋就已經到咗。形容成間鋪頭彷彿只有1001個員工，但當事主詢問能唔能夠係續會嘅時間職員先告知原來店方就已經停止係招收會員啦。質疑呢一個係呢一間嘅 K 房執笠嘅先兆昔日幫襯連鎖卡拉 OK 係會有職員引路入房，不過事主表示今次係要自己揾房，就話感覺好似去咗自助 K 房。喺點食物嘅時間致電俾客戶服務員嘅時間打咗5分鐘都冇人聽電話。諗住走出房外邊揾職員啦，但身處嘅樓層係一個職員都冇噶。後尾落返2樓嘅接待處，竟然連嗰個嘅男職員都唔見埋。至於最終嗌到嘢食咯，不過食物質素又令到事主感到不滿，就話想要個牛柳粒炒飯都冇，想要個豚骨拉麵又冇另外食物款式得30款都備唔夠料。而且呢一間嘅卡拉 OK 以往提供嘅食物向來係有質素噶，就話就算唔唱歌去食個晚餐都唔失禮。不過而家就連食物質素都 keep 唔到，全部都唔好味咁話。另外佢都提到噶當中較新嘅歌曲只有 MV 版本，連卡拉 OK 常設嘅變色字幕都欠奉。佢就話啦，俾185蚊一位入嚟睇 MV，點解我唔留喺屋企開住個 YouTube 嚟睇呢？另外就連廁所都有問題噶，就話嗰啲嘅尿兜封晒垃圾膠袋，亦都話廁所板爛咗係冇人整噶。事主總結嘅時間認為呢一間嘅連鎖卡拉 OK 管理層已經無心戀戰估計事實就係租約未完佢哋只好硬着頭皮繼續開鋪。又認為做好自己嘅服務同埋口碑先值得香港人再嚟幫襯噶嘛佢又再補充，今次估計係最後一次嚟噶啦，但重申就唔覺得係呢度職員嘅問題，佢哋都係打工，請幾多人返工係管理層嘅決定咁話。呢位事主更加大膽假設就係呢間嘅 K 房大膽估計佢應該捱唔到2027。唔少網友就住以上嘅事件留言噶，有網友以打工仔作為比喻就話啦，佢依家好似一個已經遞咗辭職信，確定埋幾時做埋最後一日嘅打工仔，做咩都係大晒噶。亦都有唔少人更加表示有同感，就話啦，想食嘅嘢都冇真係白冇。
亦都有人話啦，呢間卡拉 OK 旺角嗰間嘅分店嘅房間好殘㗎，咁啊仲要嗰啲嘢食選擇極少啊，咁啊另外仲要唔收信用卡咁話。咁啊另外有人話啦，目前本地卡拉 OK 市場啦，實在難以跟得上北上唱 K 嚟比較，就話啦，講真啦，唱 K 已經選擇北上啦，咁啊歌又齊，房間又大，仲要有埋獨立廁所，咁啊音質咧比香港好幾條街，咁人均百幾蚊唱6粒鐘，我真係諗唔到點解唱 K 咧要喺香港唱咁話。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全港得2間嘅比較大型嘅連鎖嘅卡拉 OK 啦，咁啊基本上咧都係呼之欲出，一間係 New Way，一間就 Red Mister，咁啊據報咧呢一間應該係比較大間啲嘅，咁啊礦仔咧不約而同地咧早排曾經去過，咁啊到現場嘅時間見到嗰啲嘅裝置啊非常之殘舊啦，咁啊講緊可以時光倒流咁樣。咁網友就話咧，估計呢一間嘅大型嘅連鎖卡拉 OK 店啦，有機會嚟緊就會執笠，好有結業先兆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另外各位網友對上一次唱 K 係幾時呢？咁啊，其實呢，可能而家有好多老友記都中意唱 K 嘅喎。咁啊，呢啲嘅卡拉 OK 房應該要想辦法吸下啲老友記嘅客人㗎。如果唔係真係好難繼續經營落去喎。另外亦都講本地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大埔綠 van 疑似失控，咁撞欄杆鏟上行人路。內文提到，大埔發生交通意外，今日1月19號晏晝2點幾，一部28號 K 線嘅專線小巴係沿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啦，係行駛㗎。咁到香港日本人學校大埔校對開嘅時間啦，係突然失控，撞爛咗路邊欄杆過後呢，再衝上行人路啊！今日現場可以見到小巴車頭泵把飛脫，擋風玻璃完全粉碎，碎片散落一地㗎。咁據了解，車上面當時呢係有幾個乘客㗎，好彩司機同埋乘客呢都冇受傷。咁警方呢到場調查事件。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當其時呢，小巴之上係有人㗎。咁好彩冇釀成更加嚴重嘅情況。咁相關嘅交通意外有待進一步調查。另外都講到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荃灣芙蓉山路木屋起火消防將火救熄。內文提到，今日1月18號早上10點幾，荃灣芙蓉山路竹林禪院側邊一間嘅木屋突然起火，火場嘅面積約10米乘10米㗎。消防派出2隊煙霧隊同埋2條喉將火撲熄，幾個嘅住戶自行疏散㗎。事件當中冇人受傷，火警原因有待調查。據悉木屋嘅戶主係聽到屋外邊傳嚟巨響，驚見雜物起火，馬上叫醒個仔嚟救火，但係火勢未能夠受控㗎，於是報警求助。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好彩兩母子都冇受傷啊！相關嘅起火原因有待調查。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睇晒廣告嚟支持礦仔嘅老友記啊！呢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同各位緊貼香港嘅各大時事消息。我係礦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